一开始就有通食，你看我这个挂包。这是达成你的心愿。达成我的心你每一届拢爱食无物件食迄个炒是冰炒炒。哦，你这哪会这炒？哦，你这有讲真正是炒豆腐。是冰炒炒是真正炒。你这倒位来哇？这有名的呢，有名的臭豆腐咧。真蛤蟆啦！我这也是一定爱食的，就是臭豆腐。我这嘛是夜市啊，我这米其林的美食，挂包。安那讲米其林？安那讲，你敢若看这块肉，哎呦，这个瘦的甲肥的这个比例哦，够水的。是不是？夜市。够完整。这是我感觉吼，做一个台湾人上界幸福的所在。你这可能开50块，你这开50块，就食到饱个醉啊，搁好食，怎样？够幸福啊！你知影嘛？台北的夜市啊，嘛足强呢。我知。好食的物件有足侪呢。我家己咧接受。系啊，所以咱今仔日的就是要台北的夜市啊，大请拼。水拼落。哦，来。啊，咱的来宾哦，嘛是对夜市啊的美食足有研究呢。像。来，欢迎一虎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笑头笑面呢。对啊，我看到好食，臭豆腐好食，看到好食，当然爱笑面啊。够臭哈。这真正有够臭。我上爱食臭豆腐。真的。哎呀，讲到夜市一定爱食臭豆腐的啊。是。全台北这个夜市，你上介意倒一个夜市啊？南机场夜市啊。南机场。嘿啊。你去南机场一定爱食的是啥物？臭豆腐，迄是煮的，还是煮的，伊煮的伊是素食，啊，毋过食起来无素食的味，啊，偏起来哦是真臭，啊，毋过食入去哦香甲，而且吼迄是定甲真正足入味的，哦，真正有够好食，而且重点是，你食夜市是毋是有当时啊拢惊伊肥？是，迄是豆腐袂肥呢，高蛋白，高蛋白嘿。食豆腐拢食较济拢袂肥。是啊，高蛋白啊。安尼哦。你食到袂罪恶感。愈食愈健康，是愈食愈水，愈食愈胖。啊，今仔日到底是倒两个菜夜市啊要请拼呢？来，交互山弟妹。大家好，我是食少的，今仔食济无够的山猪妹，今日要带大家去踅夜市哦。啊，到底是要踅什么夜市呢？今摆就来看 VCR。嘿呐，咱今日要去的，就是互你开上少，啊食上济南机场夜市啊，啊，搁有会当互你补身体，24点钟拢一直补的网咖夜市啊。今仔就要来欢迎咱的两位导览先生哦。第一位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，就是咱南机场夜市啊的大家长林德钦林会长。会长啊，大家长你好。会长你好。会长啊，伫南机场的夜市啊，已经拍拼50几档啊。啊，伊帮南机场的夜市啊办活动啊，做宣传，互迄外国人啊来台湾一定要指名去你的南机场夜市啊。是。啊，今日就是互会长来带咱去踅南机场夜市啊哦。会长请坐。接来要来欢迎的第二位导览先生，就是咱菜鸟啊头家李正道。哎呦喂，哎呦，可以，那是你好。你好。什么事？正道老师啊，伊是一个网咖夜市啊，啊，伊是在网咖算是半路出家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对，啊，半路出家。啊，半路啦，规条拢伫中就出家啊。啊，我是在网咖是算是看过电影，啊，老师平常时拢伫迄网咖咧甲大家交陪。啊，我就想讲，因大家拢有看过电影嘛，啊，你甲人交陪是安尼交陪，还是安尼交陪？
哦，是安尼交配。哦，甲好主要共款，拢是安尼交配。伊迄是啉甲手咧搓咧带，受罪这无啥会通哦，啊，今日就是互老师来带大家去艋舺夜市啊，踅踅。老师请坐。今仔日吼，这个会长。啊，甲即个进度啦，这要先甲敬一下。啊，啊，你家己有传酒，啊，哪会安尼啊？哦，你家己无传酒啊？哎，跟武中比这多好，这是啥物画面啊？因为这有写嘛，你吼专业啉烧酒是会使。是会使你哪去？我听讲哦，有一批人吼，透早10点半就咧啉呢。哦，伊就是迄批啊，就是伊哦就是迄批啊。哈，伊是我熟悉的朋友内底上介特别的，特别咧倒位，特别爱啉的。哦是哦，安尼熟悉者啊。因为伊伫咧艋舺，伊开一个伊杂开啊，嘿，伊伫咧市场内底对无？对啊，伫咧山水街市场甲新富市场内底。市场拢是透早就开始啊。你的居酒屋嘛是哦。透早10点开始。真正是你，哎呦喂！啊，迄个地方的遐个店家啊，尤其是遐阿姨啊，拢足假的。哦，哎，你会使去迄菜市啊，去买买鸡肉，买个买鱼肉，还是买啥物？独独的，啊去伊遐。做下酒菜就对啊。哦，家己传哦。哟，这就是结市。是呢，这赞呢。足赞的，足赞的。谢谢正道，阮朋友啦。哦，等一下熟悉者。啊，另外就哦，南机场的大家长，哇，会长啊。哎，好子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拄则迄个工会盘讲，你伫咧南机场，是，拍拼50几档，哎对，是安那？即个所在，你会用你一世人的青春啊去拍拼是安那？因为我伫南机场来的时阵吼，其实南机场有带济这包括咱这老兵啦吼，福州人，遐是福州人上济所在。吼啊，福州你就知影，家刀、菜刀、剃头刀，是，所有的精英拢伫迄内底。所以基本上我就看到讲，因的这个好食物吼，其实讲甲阮下港来是完全无共款，哦，足特殊的。所以伫遐其实嘛是去互这个好食物吼吸引，去到外围食，感觉拢也无好食，南机场上好食，哎，啊，所以一直毋敢走啊。你毋是讲出世伫咧南机场迄个所在呢？哦，毋是，哎，你是南部来的？对，我下港好尾来，嘿，我住好尾，好尾是，啊搬来南机场。对。啊，因为你食到遐个物件，你感觉足喜欢迄个所在。哎，对。啊，甲迄个所在当做你家己故乡。对。哈，他乡变故乡啊，50年啊，经过。哇，真出厉害。真正足厉害。推广甲你看，你拄则一出来，你讲你上介意。我上爱食的。上爱食就是因遐南机场的臭豆腐。哎，所以想要先去看倒一个夜市啊。50档的历史哦，一定有足侪趣味的故事。开50几档呢，哇！来欢迎会长。哦，谢谢。这就是南机场吼，夜市仔入口。这间海产店吼，韭菜虾仁水饺，那有海产哪里非常好食。我进前同齐咧无用吼，就80粒。你一顿一顿食80粒。这间咖啡厅较早是啊，马祖金。这是伊的私房菜。海产搭卖水饺，啊咖啡店是私房菜，是呢那就奇怪。阮南机场上怀念的早顿店，我哪有去食一个什么会长套餐啦？来，会展套餐来啊！这行吧？哎呦喂！来。开50几档呢，哇！来欢迎会长。哦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南机场夜市会长林德金，今仔日要来向各位导览咱南机场好食物哈。
大家好，你即马所看到就是南机场公务啊，足经典的即个红砖啊，11栋的楼仔厝拢伫遮，啊，在当时啊五十几年前啊，伊是足现代化的即个建筑物，所以这巴拉圭、乌拉圭啦，什么瓦格圭吼，那国王啦吼，总理来台湾一定会带来遮踅一日。吼，这中央吼是一个粪扫坑，偌高粪扫尚。坑倒位粪扫坑？中央这个就是粪扫坑，偌高尚的呢？因为吼，你担粪扫，免行落去楼骹，伫顶悬啊，剁一个就甲弹落来。哦，真正有够高尚的。你讲50年前伊就安尼设计？50几年前对，啊，搁有迄个冲水马桶，足优渥哈，足优渥的一个生活。所以伫遐大个人吼，拢介高尚，敢若早前的地堡共款。偌赞嘞！啊，后一张哈，这就是南机场哈，夜市仔的入口哈，这嘛是头拄仔看到迄个图面哈，南机场这2000几户啊，甲周边几啊万户吼会造卡，吼啊头前这两搭就是咱的门神，哈卖饭的，哈。这两搭伫阮南机场是足重要，因若休困吼，逐个拢哀哀叫，因为无饭好食。无饭好食，啥无饭好食？你讲在地啊？在地人讲无饭好食，因为因两搭拢咧卖饭啊。哦。嘿，啊，所以因休困拢同齐嘿，因为吼，若一搭休，一搭会做甲翘骨位，嘿，啊，所以若休困两个同齐休困，嘿，拢两个拢啊，若休困，逐个拢莫做，我休困，你嘛休困安尼，嘿，啊，所以因嘛是一个。足趣味的结构啦，嘿，啊嘛是，大家拢感情真好，嘿，啊刷来吼，要介绍大家，因为南机场吼有足多好食物，所以吼，我先报恁大家吼，恁较毋捌食过。你看，这间是什么店？海产大。海产大嘛。快炒嘿。我问你，海产大你拢会拣啥食啥？你感觉上好食是啥物？姜丝大肠，姜丝大肠，好来。金沙豆腐。金沙豆腐，客家菜包。今天热炒店你爱食菜包呢？水。菜包呢？你咧？秘鲁。秘鲁，好，有哪去倒就是秘鲁，运动的。下一张。哈？你拢晓唔对的？南机场迄一级战区就是什么水饺，对不对？你知影？这间海产店吼，伊做啥？韭菜虾仁水饺，那有海产大，非常好食。这本来是头家娘家己做，家己要食，互员工食。结果迄人客啉甲茫茫讲，哎呀，恁兜哪有水饺？啊嘛，创一个食看卖啊咧，就就讲哦，惊为天物啦，吼，真正有够好食的。从安尼开始啊，就斜杠啦。南机场水饺生意太好咧，逐工咧拢排队排安尼。但是伫海产店食到这韭菜虾仁水饺，是因迄三大无的，所以伊较特殊。我进前当时咧无闲吼，我就一工叫迄落叫80粒，安那食安那做哪吐哪做哪吐，方便嘛。你一工食80粒哦？好啦，3个人啦。哦，3我一日食80粒，嘿啊，其实上经典的是伊的配料。伊配料足经典，就是伊咧炒菜嘛，啊，就番薯啊卡一个，啊葱卡一个，啊，什物碗高丽、萝卜蓝落安尼，啊，就一个酱料，啊，混起来哦，咸啊咸，哦个香，真正好食。有机会去体验者哈。好。你知影这间什么店无？咖啡店有啥？你目睭袂歹哦。练咯，我少年啊，伊就袂使啊。我看无。这是阮吼南机场吼下行啊上尾啊，这较早是啊妈祖经。你看无吼？我跟你讲，伊这较早就菜神明，所以你入去的时阵，迄较早是菜神明的。所以我若去到这间店，我拢用足敬仰的心吼。进入迄个做咖啡厅，啉咖啡。其实啉咖啡就怀念遮较早的妈祖经的一寡文化伫内底。但是你知影其实伊毋是咧卖咖啡的啦。安尼讲你啦，你头仔有看到周华健有无？这是伊的私房菜。你有看到周华健吼？周华健甲订4届，
拢包场去遐食伊的私房菜。恁南机场足奇怪的，海产大卖水饺，啊咖啡店是私房菜，那就奇怪。今仔日哦，佫有特任性呢？别哦，准备伊怀念妈妈的口味的五谷凤爪。哦，给他好，给他好，给他这赞。伊这是迄个眷村的主题啦，贯村的主题啦。这个无骨的，哎呦，迄无骨的，咱免创，规矩甲包咧。规矩无咧。哎，哦，啊，恁大家食，我就来介绍。伊这菜主要做澎湃的，哎，感觉安那袂歹吧？啊，啊，这有迄个花椒晓，哎，花椒对，花椒嘛吼，花椒，口味足甜呢。吼，香，哎，甘，哎，啊，恁大家食，啊，咱后一个吼就介绍完全无共款的生态吼。你有看到这阿信汉堡啊？伊这吼，伊的早餐吼早顿啊，非常的经济实惠，是阮南机场上怀念的早顿店。安怎讲你知影无？因为囡仔时细若去，伊看到你就知影讲你要食啥。吼，看到你就知免问，直接就摕互你。嘿，啊几块收收，啊就直接摕互你。迄是一种吼互动，嘛一种感情啦。啊，伊就知影这像的囡仔，这像的囡仔，这像的囡仔。所以南机场的囡仔吼较袂歹。嘿，安怎讲？因为大拢熟悉，对，拢熟悉。你做歹的人会，嘿，人会甲你看。啊，这像的囝吼，人会斗，嘿啊，嘿啊。所以南机场的囡仔拢足乖，拢有宝贝啊，拢足乖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因为我若像我咧无闲吼，我拢做到天光嘛，我拢会去食一个什么？甲落尾因甲经体讲做会长套餐啦。因为吼做规暝足忝的，哦，啊，就叫迄个菜头粿煎一个菜头粿，啊，顶悬砍两粒迄个无熟的卵，哎呦，啊，搁一粒大汉堡，搁内底搁夹一粒卵啊，哦，一哎呦，盖就三粒。你做啊食两个呢？啊，毋是，伊来补充体力啊，会做较久，做较强啊。所以我今日有炸一个吼会长套餐哦，互恁大家吼，眼界一下。是安那会长一摆食遐尼济，因为其实讲真正好食。来，会展套餐来啊！这行吧？哎呦喂，迄两份啊，迄两份啊，云南汉堡，哦，啊，伊哦，迄是足精彩。这食了一定互淀粉撂倒的呢。啊，是啊，哦，不，迄食赞，真正赞。哎呀，看哎，你若早起啊，食到这吼，你就一工吼精神饱满，足满足的。哦，啊，这是恁大家食，这真正是足佛心食啦。还有这个汉堡，这是上台湾味的，全世界台湾有一种汉堡肉尔。这台湾味的汉堡台湾肉我，这世人食第一嘴的汉堡，迄个气味就是这只，就是这个对汉啊堡，，就是这只，就是这只。啊赞哦！迄个气味就是讲啊，这一定要这块吧，对就是这个气味。对。哇，好，你继续。啊，哦，你即马恁大家食吼，恁即马看到即张吼，啊做香酥小糕的蛋饼，伊也做无名蛋饼啦。为什么会叫做无名呢？因为伊讲毋知要号什么名，所以号无名啦吼。咱讲的，咱台湾人哦，香酥小糕少年拍甲死啦，所以嘿，在早期吼，这香酥小糕斗阵做生意。确实无简单，是真正吼，因两个第一感情好，第二，其实你也看伊的蛋饼，内底足精彩这口味的，的，足大嚿的，哦，比迄润饼糕较大嚿，真的，这是菜脯哟。辣咸菜脯，啊有泡菜，内底嘛有泡菜，啊这烧肉，啊卵哦，因卵毋是一粒哦。伊是拍规讲哦，啊，足大气的，安就倒落安尼哦，互你安尼哦，咬起来，感觉迄卵哪很济安尼，拢食袂完吼。爱食我都介意袂定啦，讲两拢安尼，哦，规人拢活起来咧，嘴拢流出来。透早就食三粒啊。所以你看伊的铺面吼，伊这蛋饼有影足扎实的，啊，真正足好食，真正好食。啊，后一张哦，啊这。其实讲今日为什么要介绍这什么香酥小糕？这是兄弟啊，这三地人拢兄弟啊斗阵做的，
吼，是阮南机场的一个吼，做正常的迄个能量的表现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人讲兄弟啊斗阵做生意，加减减，长头早啊拢会加讲话嘛。但是因三地人拢无，真正像阮南机场吼是一个足好的家庭吼。兄弟啊虽然做无共款，但是因会互相分享，吼互相斗相共。今仔即个头家，迄天翕相迄头家，迄个毋是头家啦，即个就是因小弟，因阿遐有代志，因小弟来斗相共的。后来后一张，看着讲哦，因头拄啊咧顾若迄个小弟就是咧卖咸糜，所以伊有烧肉有3、4罐，因大兄嘛会叫来讲吼，家斗卖，两个兄弟啊互相帮衬。所以讲，因两档的生意拢真好。伊个吼上有名是伊个蒜头面，伊个蒜头面是家己炒沙底吼，会当安尼搅起来拌起来，哇！你内底安尼芳光光，迄排骨拢家己煎的，袂臭油，无臭油爱味，迄气味哦，甘甜美咧。虽然吼拢全骨啦，肉无几块，但是哦，足香的。其实是咧食迄个气味啦，嘿啦，食气味啦，嘿啦，透早食一济吧，无咱做生意就是爱老实，咱袂使共骗，对吧？吼，伊迄肉剁剁拢家己，伊拢家己做，逐工温体的猪吼，现台的猪安尼落去剁剁，挣钱安尼。为因阿嬷时代一直做到即马拢共款，所以伊是一个怀念的气味啦，吼，所以拢因这。规房的拢是好料理，流传伫咱南机场，以上我甲各位介绍导览咱南机场的这个好食物，恁大家有时间来去阮南机场，行行看看，迄逐条巷仔内底拢有好食物，以上也向大家分享，谢谢。太精彩咧，50几档的攻略哦！安尼听落，你想要去食倒一间？我想要去食迄私房菜，咖啡店的私房菜，不过一定要包起来才会当晓。无你甲我讲，我甲你包。老赖啦！你，我想要食迄无几块肉的迄全骨头无几块嘛，个人安尼啦，我听讲。就好记呢。所以人家讲嘛，最想要。是啊。真的，而且我听落来，我感觉吼，内底迄个精神我足喜欢。就拄则讲迄两间门神店有无？因若休困。做伙休困。做伙休困呢，足够水的呢。爱合作。生理好，大家拢爱好，卖你休困，我咧趁，对，大家同进退的感觉。对，这真正是兄弟呢。哦，够赞的所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危险吗？伊讲了才好，我唔知影要讲啥。我你先考一个啦，啊，进得啦，处理嘞，进得。其实艋舺有5个夜市啊。哦，这济。这是我会带外国朋友来这啉的所在。伊足厉害的物件，麻油赤肉卵，伊内底拢无水哦，伊内底拢全酒的。梧州街夜市、梧州街夜市、四脚汤，批看起来小可甲穿好这衫同款。伊个衫嘛是两只水鸡。艋舺夜市的溜鱼阿嬷烘的溜鱼，一定爱用炭火烘，搁爱配米绿。来，靠一，来，欢喜。进得啦，处理嘞，进得。大家好，我是艋舺的少年头家。今日会长讲啊好，我唔知我要讲啥，但是为着艋舺，我会拼咯。请大家跟我食艋舺、啉艋舺。耶，拼了，少年头家。来艋舺的西倒位、西夜市，来后一场。咱会先知影后一场艋舺是倒位。咱大家拢看电影对无？看电影讲艋舺 MONGA，
迄是红仔煮内底的艋舺，迄是艋舺是甜艋舺嘿啦。其實咱艋舺呢是艋舺，對我念一屆，艋舺艋舺， BANGKAH。嘿艋舺，好，后一張啊，正前是罗汉腳，就300年前的罗漢腳來遮，因為邊仔是河嘛，是河了後，有河港，河港才會羅漢腳慢慢啊，直接拍拼，拍拼了後變壓車，變壓車了後，查甫人好野，好野就會想空想芳。袂，哪有可能？无可能！你若黑白講，無安尼。想空想，為什麼你敢安尼？我袂袂啊！你這個黑白講，想空想芳。對，拜託的。小可都會拍七啦，陪你啉燒酒，較快活的所在。啊，伊記差不多到日本時代的時陣，遐個所在就開始政府來遮管理，日本政府來遮管理，遮就敢東京的遊戲客啦，職員共款，就一個特別的管制的所在，所以遮有一寡日本料理啦、韓國料理啦，佮一寡中國料理啦，一寡料亭。所以艋舺遮好食的物件，毋是為即馬才開始啊，嘛毋是為國民政府開始的，是為以早日本時代國較進前的時陣就開始啊。因為人踮咧遮，住喺做伙，啊啉了燒酒，就想要食物件，所以差不多就是安尼。你創啊歹勢啊？因為我嘛，你莫做咩啦？我無做咩咩啦。咱來後一間來花生雞啦，最重要係有咱的信用。是，對。有廟的所在，就有好食的物件，這嘛是事實的代志。所以，龍山寺邊啊，咱有花生雞，艋舺有幾個夜市啊？其實艋舺有5個夜市啊。哦，遮濟啊！ 4條街5個夜市，西昌街夜市、花生街、梧州街、廣州街。但廣州街則分兩邊，一邊是艋舺夜市，一邊是廣州街夜市。是。哇，世界夜市敢若是有屋頂的迄條才是。其實花生街夜市呢，伊有迄個厝頂，甲日本的商店街共款。啊，迄商店街是伫民國76年改嚴的迄個時陣開始起的。所以咱後一間，咱來到花生街啊。花生街第一間頭一間上大間的迄間，叫做北海道鰾魚。伊的迄個鰾魚真正足好食的，上厲害的是伊的蚵仔。上厲害。伊蚵仔佫飽飽，佫大粒，佫食袂到迄落臭臭味。啊，即個頭家朱澤良頭家，可能下擺恁要來的時陣，嘛食無安尼。是安怎講？伊今年無去啊。哦。對。但是為着就講我今日要來上你的節目，我一定愛甲伊講出來，講伊的故事。伊正前聽講因爸伫做的時陣啊，人客上濟的時陣，頭80年，民國80年、90年的時陣，伊迄落因為愛有薑絲嘛，伊薑絲愛切了，差不多切2桶的鐵桶。鐵桶，迄種鐵桶。迄種鐵桶，伊愛切2桶，你就知影伊生理有偌好。就是了後就點就無去啊。但是咱艋舺嘛是足濟蚵仔的，你要食蚵仔，你免真夾無，驚食無，你會使食迄落陳記麵線啦、麵線啦，會使食蚵仔白啦。四季攏有蚵仔，會使食24點鐘的蚵仔。哎呦，後一張，食完蚵仔來食牛肉。牛肉有啥物好食咧？即間貴價炒牛肉，你知影？阮台南朋友咧也講，你來台南啉牛肉湯，迄是上出名的代志。我感覺講，大概伫台南人面前都講啊，恁台北攏無啥物好食的物件，但是食到一間，我是講我佇台南的兄弟頭前，我袂頭咧咧。來後一張，咱來看一下。伊是真正嘛是台南的牛肉湯的迄種感覺。你知影食牛肉湯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物？我感覺就是溫體的牛肉吧。對，溫體的。這牛肉湯起來了後，第一件代志是莫翕相。迄牛肉攏浸即個濕氣啊，又袂使。牛肉湯摕起來的時陣，牛肉黏面就夾起來，夾喺白飯頂頭，所以愛點一碗清飯。
啊，等你看你粉红色，你想要食什么色度，就甲浸落，压起来食。第二个一定爱食，其实我足无爱介绍这呢。你介绍了，大家拢去食，你都爱排甲队啊。恁介绍，我3个月食无。这间你捌去？这间我逐摆去，因为人拢伤济，我无法度入去。啊，你即摆佫介绍，应该是。这间伊的牛肉炒饭，你知影炒饭一定爱大火，爱欠芳，一定爱紧，炒了，迄个锅气，火候要有够。但是伊无法度啉烧酒，对，伫这间无法度啉。但是你若啉了，下晡啉了的时阵来遮食一碗牛肉炒饭，偌好你敢知？啊，伊的迄落炒牛肉，迄落咱讲葱爆牛肉，伊是用迄个 onion， 就是洋葱炒的牛肉，一喙食落甜甜，拢是 onion 的味。真正足香的，这间我推荐。哦，你看这阿姨就知影咱要创啥。你搁点蚵仔的哦？我是蚵仔。差不多2礼拜、3礼拜，一定有两三天会看到我伫遮。这是我固定带外国的朋友来遮啉的所在。哦，去三啉者。伊足厉害的物件，今日要甲恁介绍麻油赤肉卵。足香的啦，我头壳已经香到就想要偷食。麻油赤肉。麻油赤肉卵，迄是敢若要边囝的物件。边囝了后，做回来。这有能，这内底有能。伊内底，来，我两互你，互你较欢喜，伊内底拢无水哦，伊内底拢全酒的麻油赤肉卵，所以我爱提醒大家，要来食这个麻油赤肉卵，莫开车，莫翘倒来。所以这食落会烧酒醉。无一定好子，你袂烧酒醉。我知影你酒量高。你酒量无。好，有好食无？有。这全酒的。真好食。我去我一定爱点这麻油赤肉卵，爱点清饭。有是安怎咧？你爱有清饭，有迄落饭的甜味，甲伊的麻油赤肉，甲伊的汤安尼搅落。搅饭食，哇！这就是上好食。这是面内底会使食到足侪酒家菜的所在。对啊。对嘛吼。这地方家食就是哪食哪啉。好，后一间，看有这海产蛋。买水饺的。你会记吼，唔是买水饺啦。这间呐，看到面色。咱看后一张。咱艋舺梧州街夜市、梧州街夜市嘛是共款，这边两边拢是路边摊。要食啥物好食的，要食啥物好啉的拢有，要啉啥物好啉的拢有。这间好子去过。哦，这间我到尾我甲头家娘佫有加奶。你介绍者。我伊迄内底，我感觉伊迄煎迄个牛肉，我足喜欢。我嘛有去过，这间真正足赞的。啊，佫有迄个麻油油鸡，所以麻油油鸡，你若要食，就是甲拄正正都讲的，甲迄牛肉共款，紧硬起来，啊无伊迄油鸡会硬化，顶去，顶去。啊，内底嘛会使啉，嘛是会使啉。顶摆我甲孝子伫遐啉几暗。啊，譬如讲我爱啉红酒，啊伊无咧卖红酒的时，伊边仔有咧红酒，啊伊会去帮你买，啊买来互你。有这好的服务。啊嘛无收开瓶费嘛。所以在梧州街会使一路行过去，行到尾啊，迄边有一搭，后一张。哇！田鸡。台北。哇！迄天我甲会长伫台讲，迄落我讲水鸡仔汤。啊，会长讲恁台北人无文雅，阮伫下港人，阮口尾人就讲迄落四卡仔，所以这是四卡仔汤。其实3工前我才去食的。我食了后就乌骨鸡汤，你会感蒜头乌骨鸡汤，乌骨水鸡，伊的气味啊，迄个蒜味啊，煮在内底，你就啉到迄个足甜的味。啊，这你若是会惊，你会使请头家帮你甲头加掉，甲巴肚。所以伊拢无剁剁的，都是安尼无都开食开食你。
饺，为骹腿先食，骹腿你食了后，就敢若哦，土鸡啊共啊，款，对啦，佮鸡甜吧。芳。啊，伊的迄落皮啊，皮会使食，皮看起来虽然讲小可甲穿好这个衫共款，甲搭配衫共款，另食水鸡，但是迄个皮食起来敢若鱼啊，哦，胶原蛋白甲鱼皮共款，但高胶原蛋白，食了会水，会皮肤会油。好，咱即摆来食迄落香鱿鱼，艋舺夜市的阿嬷的鱿鱼，鱿鱼阿嬷烘的鱿鱼。好，这好食伫倒位？来，烘鱿鱼后一张，一定爱用炭火烘，用炭火烘才会芳芳，啊，搁爱配米粒。来啊！来，迄即摆鱿鱼阿嬷头拄比咧遮烘的，哎呦，水来。哎，我帮你开，迄个打正正啊，会长。迄个打头前唔啊一款鱿鱼，开屏鱿鱼大只迄种免阿根廷鱿鱼，搁有细只的小卷仔，搁有一寡鱿鱼丝，甲有鱿鱼的鱿鱼片。恁哪多难哪恁啉？哪讲？来，来，谢谢，陶姐，来，欢喜吼，那安尼才好着。有，你食到较大支的迄，食到定定，但是愈薄愈芳。还有细只的迄个小卷仔，迄卷仔，其实伫日本啊，因拢运迄种mayonnaise。迄阮 Q 币上好食，对。啊，这咧，这有敢若有酱，有肉酱，有肉酱。嘿，有肉酱，所以会咸是咸芳芳，的。对。哦，有一点仔咸。这有混酱。所以牙口好才有通食。会长敢食会当？对啊，会哦。会煮食3粒卵。好，后一张，咱今仔日拢食蚵仔啦，食牛肉啦，食水鸡活跳跳的啦，拢补了身体了。爱退货。新贵爱去西昌街遐，对，爱啉一个苦茶。即个苦茶头家姓汪老板，啊，甲因的水某伫遮伫做苦茶。啊，我若带日本人，我就第一站我就先带因去食苦茶，食苦敢若食补共款。啊，火气大的时阵来咱西昌街啉苦茶，啊，若食规暗伤补的时阵，嘛来啉一个苦茶甲青草茶。咱今仔日来到艋舺食的、啉的拢是补的。咱今阴暗的气力，甲明仔载的气力，伊拢帮你传便便。后回欢迎大家过来艋舺啉一暗，啊食一暗。以上就是我的导览，谢谢。足丰富的。两边的夜市啊，真的是好食甲小好食啦，毋过拢是食咸的。啊，听因讲的迄加分茶有炸甜的来哦，所以即摆咱就来去食滴滴洗好死咯，洗好死咯，行哦。这酒酿嘛，你家做？是，气味足等的哈。因为酒酿是迄酒味真正足重。我的酒酿是纯化，所以你咧食感觉有酒精的味，其实伊是无酒精。你无酒精哪有可能？我看伊酒精足重的。这是阮市场内底一个卖土豆的阿姨，逐工咧炒土豆，所以阮甲伊的土豆足好食，所以阮做土豆的冰淇淋，啊配威士忌一点点嘛。食冰啊，食冰嘛啉威士忌。对啊，唔对？第赞哦。10节。刚才阮南机场的迄个提拉米苏共款。我，哎，我高。啊，听因讲的迄加分茶有炸甜的来哦，所以即摆咱就来去食滴滴洗好死咯，洗好死咯，行哦。好，子哥加油！我安尼，我无讲我洗好死啊。来，哎呦，嘿哦，这拢甜路的呢哦。哇！这到底是啥？我哪看无？这是啥货啊？这是双麒麟啦，新开的双麒麟的品双牌。麒麟落来冰就对。双麒麟料遮济哦。啊，你敢若圣代咧？阮有做爱娇青春。爱娇，敢毋是你顶下讲迄爱娇，伊迄个差不多100年的，你卖冰的。
对，差不多100年，要88年左右。哎啊，卖迄落因以前卖冰。恁搞话呢，我爱食。哦，对，我要等你啦。嘿，哪讲，歹势，你哪只爱讲话？奇怪，哎，你治好拢食真饱。的拢油去，你治好拢油。来，一嘴冰。哈？卖下掉哦，卖下，下掉。我刚才先食冰嘛爱啉。嘿，一嘴冰啊，1点点啊 whisky。食冰啊，啉威士忌。对啊，唔对？你赞哦，会长。是果是1点点啊，10节。刚才阮南机场的迄个提拉米苏共款。我，那会只吧，会下呢吼。就是真的。好朋友呢，有呢。灵魂伴侣呢？对，是迄落土豆的口味。对，土豆的口味，这是阮市场内底的一个卖土豆的阿姨，伊逐工咧炒土豆，所以阮甲伊的土豆足好食，所以阮做土豆的冰淇淋，嘿，这个双擎，啊配 whisky 1点点嘛。所以本来迄个爱交伊卖，敢若卖即个冰尔啦。伊敢若卖冰角啦，毋是卖这啦。哦，伊卖冰角。但是伊 COVID-19 的时候，伊差不多就退休啊。啊，伊退休啊，阮是讲啊，迄个空间足可惜的啊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啊，我的青春敢若冰角共款，拢扬去啊。所以，阮就合作爱交青春，就是爱交的青春，阮要家己留落来。甲冰起来啦。甲吹转来。对，食一喙甜甜，伊的青春，甜甜的青春。有够好食。那食哪啉？对，唔通袂记。哎，来，啉者。来。哇，我第一家拄着人表开啉，就你呢。你看会长哦，已经你是不是爱标什么？几三花，真的。会伊我食要偌呢？哪会才搞着？这今天就好食。爱交伊的青春，这100年的冰店，你甲留落。啊，会长讲，你逐工咧无用是咧无用即个圆啊，对，我大家袂讲话了。来，你若去南机场吼，食这味的，足经典的。你逐工拢咧卡即个刨冰，对。几点卖到几点？迄个下晡3点卖到暗时啊12点。哎呦喂！啊，这是吼酒酿。啊，这酒酿色咱敢若无共吼，一般拢是。甲你拢白色的对吧？这是阮兜特调的。你彩色的呢？嘿，彩色的。啊，即摆南这啥个？甜汤哦。甜汤。啊，这圆啊。这是烧的，这是冰的。这烧的。冰火九重天。小冷冰。来。好，多谢。哇！哎呦，所以阮若是去即个南机场，啊去到即个冰店，会使看到你淡仔咧较搓冰。对，就是我本人。无怪爱点80粒的水饺，因为伊足无用。我爱食足侪卵。哎，你拄才食咧搓冰烤叫呢吼。迄口感真正足好，而且你的酒酿无甜呢，你的酒酿是迄酒味真正足重。无甲你的威士忌比。所以会长，你卖即个冰卖几吨啊？哈？是啊，你讲即种的嘛，30几吨啊？30几吨。嘿。冰有够无？有。所以这酒酿嘛，你家做？是。嘿。啊，圆仔嘛是你家手工的。拢家己手工做。哦。哇！大排你食了感觉啦？我感觉吼，因为我每一届去夜市啊，拢爱找麻糍冰、小冷冰。这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搁较升级，因为你的酒酿真正是，味足赞的是家己厝做的味呢。对。甲我阿祖做的酒酿的味呢。咱早期啊，遐个伫灌村内底，因咧做的吼，因为拢发了收过头去啊，所以拢足酸的。所以我家己嘛唔敢食。即个落尾我家己吼研究讲，安尼袂使。所以我的酒酿是做好了，伊若发芽差不多生水啊，就9月啊吼，差不多发到真棒啊，伊就纯化。所以你咧食感觉有酒精的味，其实伊是无酒精。伊无酒精哪有可能？我看伊酒精足重的。伊有酒味。有酒味，但是无酒精分。对啊，因为伊这吼，喂，喂，你讲甲我加钱哦，拢知影我要啥？迄个
咱迄个发芽了，伊会纯化，啊，就会产生迄个酒味。其实伊是无酒精的。伊到落尾吼，这酒酿到落尾是变醋。而且你这乌麻的圆啊，你看伊这乌麻安尼流出来有够水的，这家己炒的乌麻。因为迄炒吼，就是讲爱功夫啦。你是毋是有用猪油落去炒？无无哦。无。啊无那有伊即摆人拢食素啊，我食迄是迄个椰子油。哦，伊该用椰子油啦。哦，同款拢足芳的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如果搁下重本的吼。你怎么？下重本，啊，搁健康。香。你速度真紧啊呢哦，你酒啊呢，食到见底呢。以前哦，拢了呢。哎呀，伊就哪食威士忌搁哪头咧。诶，感觉即马是免投票啊。哎，嘛是爱投票，哦，嘛是爱投票啦。嘿啦，来，手机也摕出来。这个艋舺，也是咱这个南机场。哦。哎呦，好，太顺。好太势，乱啦！好势。OK 吼，好来哦。艋舺夜市啊，甲南机场夜市啊，到底今仔日谁较厉害？1、2、3，开票。我敬你。会长你听伊呢，对无？对。你若无听你家己南机场，你听。少年人用心啦。是。伊这安尼冰淇淋用甲安尼吼，真係精彩啊！我食到煞袂晓讲啊，感动啊，感动着。是啉了袂晓讲，还是食了？无啦，食了袂晓讲哦。去哦，这个老神拜安尼学落，你今仔日怎样？真正袂歹。是到这个咱的正道。我是想讲吼，你嘛知影，大家拢是做伙食饭、做伙啉酒，当啉甲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讲吼，这是一个人食嘛，当啉甲欢喜啊。而且吼是，我都像拄则讲的，你会当甲今仔日甲明仔载开啊，拢串起来，我感觉安尼就好。是。我投会长哦，因为正道阮实在太久的啦。我知影伊一定会上康，唔免投伊啦。伊家己活了太好了。啊，会长哦，伊只卖甲南机场哦，这个他乡变故乡，这个故事我感觉足感动。是对，所以伊甲伊即卖心目中的故乡吼，啊推广互大家知影。谢谢。安尼真正，爱甲花声鼓励，真的。多谢两位导览谢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有趣味的朋友哦，欢迎推荐来海海导览中心讲故事，互大家听。咱后集来相会哦，海海导览中心，拜拜。谢谢。